Hello， 欢迎来到 Go Go 公好吧，我是怡姐，我是敏华。敏华，我看你在 Facebook 上面 PO 了，你去看电影，太棒了。没办法，因为最近呢有太多强片是我想看的了，我也想。而且啊，难得放假，当然轻松一下。说到看电影，你知道看电影怎么说吗？我知道，看电影就是看天样。看天样就是看电影了，没错。而且啊，看电影的时候啊，不能少的当然就是爆米花蜜场，好好吃。蜜场就是爆米花了。不过说到爆米花，我有个习惯，我习惯呢在看电影的时候呢，蜜场一定要搭稀水。稀水啊，就是汽水的意思。讲着讲着，我都好想要去订电影票了。不过在这之前，先教给大家的是，我喜欢边看电影边吃爆米花。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。我以后更看天样，更生蜜场。我以后更看天样，更生蜜场。今天 Go Go 公哈发带大家去电影院吃爆米花，看电影。香香，我好久没有看天样了。是啊，我也好久没看，有好多强片哦，今年。你有没有想看什么样类型的电影啊？我想看搞笑片。好啊，那我们分头进行，你去买票，然后我去买蜜场跟 History。OK。老板，我要2杯 History 跟1份蜜场，那我蜜场要大份的。好。小姐，你的汽水。谢谢，谢谢。香香，我 History 跟蜜场买好了。我帮你买好喽。哇，蜜场也太大份了吧！因为看天样一定要搭配蜜场啊，这样才有 feel 啊。这样看起来最近要追看的电影还蛮多的耶。对呀，不论是好莱坞的大片啦，还是国片啊，好多都好好看哦。真的。我们赶快来帮大家复习今天教的客家话吧。好，首先要教大家的就是看电影了。看电影怎么说呢？看电影就是看天样。看天样就是看电影了。没错，很多人在看电影的时候呢，习惯吃爆米花。爆米花要怎么讲呢？爆米花就是蜜场喽。蜜场就是爆米花。那我有个习惯哦，吃蜜场一定要配稀水。稀水就是汽水的意思啦。那么在订电影票之前呢，先帮大家呢复习一下。我喜欢边看电影边吃爆米花。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，我以后更看天样，更生蜜场。我以后更看天样，更生蜜场。今天 Go Go 公哈发就祝大家看电影愉快哦，拜拜。